OK， 開始今日嘅小時候睇過嘅經典廣告第二期。第二期有咩特別呢？第二期我哋講啲嚇人嘅廣告，其實冇咁誇張嚇，大家唔好俾個片頭嚇親。做呢條影片之前呢，我問咗一下大家細個時候睇過邊啲嚇人嘅廣告，答案好多，但係有幾個呢係眾望所歸嘅，比如廣九鐵路啦。呢個廣告咧，其實一早有人辟過謠噶啦，根本就係啲人老作，話咩多咗個小朋友啊，個細路女嘴角流血啊，其實而家睇翻咧都覺得好牽強。當年嘅拍攝團隊又揾嚟咗20幾個小朋友，廣告又唔係一鏡到底，所以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咧根本就冇咩出奇嘅。而且呢個廣告出街之後咧，就有人去揾個廣告公司啊，證明所有嘅小朋友都正常生活，所以睇翻呢條廣告咧就覺得 OK 啦，都唔算特別嚇人。不過嗰個年代咧，好中意用呢種灰蒙蒙嘅濾鏡，唔知點解，俾人嘅感覺咧，好似有少少抑鬱感。另一個大家提得最多嘅就係呢個政府宣傳廣告啊。喺香港，有啲細路不知不覺間成為無辜嘅受害者。佢哋唔係俾人打、俾人鬧，佢哋只係俾人單獨留喺屋企，缺乏照顧。即使只係一陣間，後果可能不堪設想。疏忽照顧亦可能導致虐待兒童，確保子女獲得適當照顧係父母嘅責任。呢個廣告點解可以嚇到咁多人呢？最主要係成條片嘅 BGM 非常之嚇人啊，而且氛圍呢非常陰暗。等到個鏡頭轉到嗰雙眼睛嘅時候啊，會有少少 jump scare 嘅效果。好多人諗起呢個廣告呢，依家都仲係心慌慌嘅。同類型嘅仲有另外一條片啊，亦都係好多人嘅童年陰影噃。祝我生日快樂，祝我生日快樂。疏忽照顧兒童，可令父母抱憾一生。其實呢類型嘅廣告之所以要做到嚇人嘅效果呢，就係想起到警惕嘅作用啊。一般常見於政府公益宣傳、商業性嘅廣告係好少人會咁做嘅。但係有間公司例外，嗰個就係新地。當年佢哋推出嘅一系列廣告啊，都係走嚇人路線嘅。最巔峰嘅莫過於呢個。新地凌晨1至7，1毫子1分鐘，平到你驚，夜歸小心。其實講真啦，呢個廣告係真係幾有創意㗎，特別嗰句平到你驚啊，睇完真係令人哭笑不得啊！但係咁另類嘅廣告呢，一出街就俾人投訴到爆。好多人話細個時候睇到呢條廣告呢，俾嚇到瞓唔着，所以佢最終俾人投訴到下架，都算係情理之中。其實每個人對呢啲所謂嘅嚇人廣告嘅接受程度呢，都係唔一樣嘅。比如我見到唔少人提到啊，細個嘅時候睇到呢個暴雨警告信號呢，都會令到佢哋情緒不安嘅。而我揾到一個80年代嘅法國芝士廣告啊，我諗唔同嘅人睇到呢個廣告呢，感受可能都唔一樣。我搜集資料嘅時候呢，見到一個網友啊，話佢細個時候睇動畫片嘅嗰個下午時段呢，唔小心睇到呢個廣告而被嚇出咗童年陰影啊！呢個係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廣告。講真啦，細路仔睇到咁嘅畫面咧，肯定會嚇親嘅。我印象中佢哋嘅廣告都係比較抑鬱陰沉嘅，比如呢兩個。你有本事唔好翻嚟啊！一嘈嘢嘈，你嘈夠未啊？我真係唔想做人。你哋唔好再逼我啦，有路冇路啦！當你覺得冇人明白你嘅處境，
當你需要向一個真正關心你嘅人傾訴，請即致電香港撒瑪利亞會，談話內容絕對保密。窮途未必係末路，絕境也可以逢生。點解？點解會咁嘅？唔通真係一啲選擇都冇？有冇人聽到我講嘢啊？當然有，如果你願意講，一定有人願意聽，幫你離開呢個處境。打23892222，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我睇過網上有人解釋呢，其實之所以拍到咁恐怖啊，就係為咗等有自殺危機嘅人感同身受。而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咁多年嚟呢，係的確救咗好多人嘅生命。佢哋之所以拍到咁恐怖，亦都有佢哋嘅道理。2007年嘅時候，佢哋仲推出咗一個細思極恐嘅廣告啊。從呢個廣告中係咪折射出呢千禧年之後自殺嘅人又多咗一啲新嘅特點呢？可唔可以玩多陣啦？我哋沙灘玩好唔好啊？不如遲啲先做啊，得唔得啊？媽咪，可唔可以食多杯啊？有好多嘢都由你決定，可唔可以唔死啊？唔包括佢生存嘅權利。大家仲記唔記得生命冇 take two， 請小心演繹呢句口號啊？生命唔係拍緊戲，錯咗就冇得翻轉頭。呢個係你嘅生命之旅篇啊，做得特別有心意。生命冇 take two， 請小心演繹。到咗98年，佢哋又推出咗白紙篇，呢個就有啲嚇人啦。主要係壞人嗰笑聲咧，令人感覺非常之唔舒服啊。生命好似一張白紙，如果你唔好好珍惜，任由一切唔好嘅嘢發生喺你身上，有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生命冇 take two， 小心第一步。我細個時候咧，生活喺廣州白雲區三元里啊。當年呢一帶吸毒問題非常之嚴重，經常有新聞報道咧，喺天橋底成日有癮君子出沒，好得人驚㗎。我唔知道嗰個時期嘅香港吸毒問題係咪同樣嚴重呢？反正我嗰時候睇香港嘅電視台，禁毒廣告特別多。冇軟硬之分，毒品就係毒品，千祈唔好試。你仲想唔想玩？玩毒品，你玩唔起。不過我覺得最嚇人嘅禁毒廣告呢，當屬80年代嘅呢一個啊。如果你發覺你嘅子女突然多咗好多錢使，你就要留意啦。毒販專門威逼利誘啲細路去運毒，仲搞到佢哋上埋毒癮添。話唔定你嘅子女就係下一個受害人。舉報毒販，切莫猶豫，請即電5271234或5456182，所有資料絕對保密。大家有冇睇過呢個拒絕二手煙嘅廣告啊？都幾嚇人㗎。屋企人食一口，有80%半由你接收。爹哋唔好食煙啊！
除咗呢個，仲有由百年立關於戒煙嘅廣告啊，亦都令人睇完心慌慌啊！當我知道自己患咗絕症已經係時日無多，我好想拍套宣傳短片，同你哋講我而家要離開呢個世界啦。但係我要話俾你哋知，唔好食煙，無論點都好，千祈唔好食煙。如果我以前冇食煙，我好相信而家我根本就唔會喺呢度同你哋講我生肺癌嘅嘢。由百年立喺1985年10月10號喺紐約去世，死因係吸煙引起嘅肺癌。喺佢死前嘅9個月，佢接受咗電視台嘅訪問，其中表達咗佢創作禁煙廣告嘅願望。所以佢接受採訪嘅片段就被美國癌症協會製作成戒煙廣告，並於其身後播出。我哋再嚟睇一個有關環境污染嘅廣告。每日竟然有200萬公噸污水同工業廢水不斷污染海港，唔好以為與你無關，好快你會自食其果。最後我哋再嚟睇下兩個關於交通安全嘅廣告啊！慢慢走，乜亂跑，馬路如虎口。呢個就係我嘅老婆大人啊！結婚相，我哋下影多輯。唔真㗎？真嘅。我真係唔明你點解買咁大張梳化嘅真係。嚇？你咁都唔明㗎？留翻俾你第日瞓廳嗰時。02年7月9日，李先生超速駕駛引致車禍，令妻子昏迷至今。真嘅。老公，嗱，你應承咗我啊，幾多錢㗎？好啦好啦。呢個廣告雖然已經好耐冇播啦，但係仍然有唔少人記得李太，時不時有人發問李太到底醒咗未啊？直到前2年，李太真係出嚟回應，已經醒翻好耐啦。OK，呢期先講咗咁多先，如果大家仲有咩補充呢？歡迎你喺評論區寫低佢。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